就是讲因为啊，咱这个南部吼，我再来那么这一个情绪，但是这个就么一个开始我们来非常传统的、非常扎实的我们后的味道开始我们来开始我们来来掌握主力讲的主力啊。谢谢李龙先生哈，过来看一下回忆哈，来跟大家一起来哈，来自佛光湖佛光湖